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一聊伊朗、中东局势，聊聊波斯人民今天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10天，美以联军持续猛烈空袭经过这9天的空袭美以联军现在已经开始重点打击伊朗、德黑兰及周边油库、炼油厂和能源基础设施，导致德黑兰上空浓烟滚滚，空气中都有毒，甚至出现了这个黑色湿油雨。这个我们在前面节目说了美以联军随着进一步的空袭它接下来就要打击伊朗的钱袋子。实际上这个油库炼油厂大多是由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美以联军现在精确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钱袋子。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过去1周已打击伊朗数千目标，包括导弹工厂、防空系统、海军资产和机场、飞机。德黑兰多处储油设施爆炸，火光冲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未来将有许多惊喜。能源部长埃利科恩警告，轰炸会进一步升级。而特朗普表示将加大攻击力度。昨天一天德黑兰遭袭超30次，伊斯法罕警察指挥部被摧毁。伊朗方面已经确认，美军3月4日击沉的叫纳德号护卫舰，就是从那个印度赤袭回来去送礼赤袭回来路上被这个不讲武德的美军用那个鱼雷给它炸成2截，导致104人死亡。根据媒体报道伊朗它的那个雷达预警时间从5分钟缩短至1分钟，也就是本来它提前5分钟预警，现在只能提前1分钟了，显示美以在空中和情报领域的碾压式领先。伊朗的防御体系已被严重的摧毁，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吧？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伊朗的空军、海军，对吧？这些各个部队各个重要的这些地下工厂，什么地下导弹城，什么铀浓缩工厂设施基本上已经炸得差不多了。那今天我看最大的新闻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过去24小时摧毁了4套美军的萨德，就是末端制导那个系统的雷达。这回还有图有真相公布了卫星图像，然后还配备了这个夜间发射岸对海，就是岸舰导弹视频，发射的那个场面比那个朝鲜司令官那个场面还壮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前面是对讲机里传出各种声音，下达指令，后面然后那个导弹对吧，就升空而起划破夜空。然后说这枚导弹是命中了美军林肯号航母，并迫使其后撤。这个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好多回这个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就天天说他打中了林肯号航母。这个不仅朗的盘们爱听，印度的盘们也爱听。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统计一下，自从2月28号开始，当然了，伊朗人反应是从3月1号开始的，从3月1号到现在，这个林肯号航母已经被打击4次还是5次已经多次撤离什么波斯湾，像什么印度洋撤离了1000公里、2000公里。我记得3月1号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发射了4枚超音速导弹，林肯号航母落荒而逃，紧急撤离1000公里，完了还来了个90度大转弯，这就是躲避那个导弹那后来又用什么岸舰导弹又来了4发，这个林肯号又撤离1000公里，后来又用无人机打中了这个林肯号航母，咱们还分析过，然后林肯航母又撤离1000公里，就是这个林肯号航母它到底撤离了多少公里，这成了个谜就是它不停的从这个波斯湾撤到印度洋，那它什么时候回来的呢？你光说它撤离，假设是有撤离1000公里那它怎么又回来了呢？1000公里，这个大家算一算这8天里面来回的就是什么1000公里1000公里撤离又回来，回来又撤离，这航母有那么快吗？它不是飞机这革命卫队这个编的这个谎那么难以自圆其说。当然了，盘们是不需要这些逻辑的，盘们只要你宣布打中了就行，你要不宣布打中，他们自己会脑补打中。最新的卫星这个图像显示林肯号航母就在伊朗，应该叫安曼湾是吧？那个地方离伊朗只有300公里。如果林肯号航母跑得太远，那它怎么起飞飞机去轰炸伊朗呢？实话实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短短的这个9天里面，他不好再编这个林肯号航母又被击中，对吧？又撤退，都已经击中几回了，对吧？再编这个不合适了，所以他又编了个把美国在中东的4套雷达给打掉了，一套雷达的10亿美金据说说这个美国在中东已经成了瞎子了，说的挺吓人的。
你想啊，我不知道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用什么武器啊，一天24小时摧毁了4套美军的雷达，这玩意儿全球美军好像一共就部署了这个10几套吧，你干掉一小半呢。我在想啊，很有可能是朗朗正好现在外界传嘛，俄罗斯给朗朗提供情报坐标，朗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戈齐好像也承认是俄罗斯提供一些支持。既然你提供支持，那咱这边就开始对吧，宣布战果，给美军重创，这样编的这个理由编的这个可信度似乎高一点。我也看了一下这些报道的这个在这个印度互联网上那是非常盛行，社交媒体上也是，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转发这个伊朗的媒体的，包括中东的还有这个美国的西方的媒体，没有一个报道的。很多人都知道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很多媒体是盯着特朗普的，就等着特朗普出事，就等着特朗普出丑如果真有这么大的损失，那美国很多比如 CNN 那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一定会深度报道。包括以色列也是以色列国内的吧，也有盯着内塔尼亚胡的，希望他翻车如果真的有这个对以色列造成重大的打击，那以色列媒体他是不可能沉默的。所以说这9天伊朗的反击在盘们看来那是一天比一天猛，取得了重大的这个战果和胜利，但实际上呢全部是自说自话，自吹自擂，要么就是 AI 生成的，要么就是游戏里面的那些视频画面，盘们呢自己传着玩。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军事目标发动导弹袭击，并表示未来攻击规模和深度将扩大。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发言人叫纳伊尼宣称，伊朗具备至少6个月高强度作战能力，储备重型导弹、无人机、舰艇等，未来几天将使用更先进的远程导弹。但是我在想一个没有制空权的国家，你这玩意儿越多，这不是挨着揍就越多吗？你得偷偷摸摸夜里把它搬出来发射，你这边一发射，那边美国以色列就知道了，战斧导弹对吧，或者是 F-35、F-22 就来了。所以说伊朗的这个他的所有的反击全部是用来宣传用的，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实际效果非常有限，许多打击缺乏独立的验证。美以防空和情报优势使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命中率低下，反击力度明显减弱，越来越显得徒劳无益当然了，这个不影响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朝这个中东的这些王爷国也就是美国的盟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个盘们的这个逻辑就是首先是打击美军在中东的这个基地和资产，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就是大家一起玩，美国以色列打我，那我就打你们，如果你们受不了了，那你就找特朗普去，对吧？给特朗普施压，让特朗普收了神通，撤军，别再打了。所以他就这么一个逻辑对吧？我打不着美国，我打以色列也没用，那我打你们还是可以的，对吧？至少让你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正常生活，高度紧张你的石油出口受阻，对吧？炼油能力下降，你的迪拜对不对？遭到无人机打击，你想你游客少多少吧？全球资金跑掉多少吧，对吧？你要受不了，你就找特朗普，给特朗普施压，也就是他起这么个效果。但是这个也起不到因为第一个是特朗普这人，你海湾这些王爷国家给他施压，他就会认吗？他就会撤军吗？这不会的。第二个，这个海湾国家这些国家人家也能反击人家这防空系统也有对吧？伊朗向沙特、巴林、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海水淡化厂被击中，科威特政府大楼起火，就是那个科威特的这个社保基金大楼是吧？被打中了，网上都有视频然后沙特还有伤亡，卡塔尔遭10枚弹道导弹加2枚巡航导弹袭击。虽然前几天这个伊朗的总统佩兹希奇扬出来道歉，但是后面立马修正，显然他是受到了什么强硬派或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指责或者压力。伊斯兰革命卫队依然强势，依然要袭击邻国。后来这个佩兹希奇扬修正他的说法，说不再主动攻击，除非对方先动手。当任务威胁扩大报复，现在是沙特已经警告伊朗，如果再继续攻击伊朗，沙特将反击伊朗，并且沙特已经重申开放军事基地给美军，也就是美军可以用沙特的这个基地打击伊朗，这个才叫伊朗是真正的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是被盘们害的。本来美军从航母上起飞战机去轰炸伊朗，然后用什么叫防区外武器，什么战斧导弹打伊朗，它那个效率比较低然后从美国对吧本土起飞 B2 什么 B52 什么 B1B 飞30多个小时去炸伊朗，你说这效率都多低吧？结果好了，这个
在盘盘们的指导下，朗朗这个强硬派把周边全得罪了，周边这个国家开始开放军事基地，对吧？允许他用来打伊朗，包括那个英国同意把那个什么别克加西亚吧军事基地开放，那这些轰炸机，对吧？战斗机就可以从这儿起飞，这打击效率就高得多啊，频次也高得多啊。所以说这个伊朗啊，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我看有媒体报道啊，阿联酋已经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并紧急从韩国请求补充天宫2防空导弹，这个导弹拦截率高达 96%。 当然了，这中东国家现在纷纷到乌克兰啊，跟泽连斯基谈，从乌克兰引进，对吧？这个专反沙赫德无人机的这个系统，这玩意儿叫一物降一物啊。你对付沙赫德无人机，就必须要用乌克兰的那种无人机，成本低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吧？你沙赫德无人机，你用爱国者导弹去打，那你还不如让它炸一下，炸一下没多大损失啊。一枚爱国者导弹这500万美金差不多吧，说不定比它还贵啊，对吧？沙赫德无人机大概也就5万美金，你沙赫德无人机炸着一个地方，它本来也打不准，那玩意儿是坐标啊，输到里面是不能改的，对吧？只能打那个固定坐标，固定的物体啊，你就让它炸一下，损失不一定有500万美元。所以中东这些国家啊，反应强烈。还有那个叫阿塞拜疆的，那就更狠了，部队的开过来了。我看有一种说法啊，如果美军要从地面进攻伊朗的话，那恐怕在阿塞拜疆恐怕是一个叫入口或者叫切入。那按照网络这个流行的说法，就是阿塞拜疆为美军带路。所以说伊朗现在是越搞啊越孤立，中东的这些国家反应强烈，加强防空，允许美军使用基地直接反击。伊朗袭击反而促使中东国家更紧密靠拢美以，伊朗地区孤立加剧。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新闻，就是伊朗人民迎来了新的领袖哈梅内伊2代，叫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这个哈梅内伊啊，他的二儿子穆杰塔巴成了最高领袖。伊朗专家会议宣布选出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为伊朗最高领袖，此举被视为强硬派在革命卫队压力下快速巩固权力。但德黑兰街头出现抗议，高喊处死穆杰塔巴，伊朗内部不满明显加剧。这个伊朗的强硬派太狠了啊，你典型的是想让这个哈梅内伊断子绝孙啊。这个穆杰塔巴啊，他在哈梅内伊在世的时候啊，他是长期在幕后操控这个情报网络、宣传机器和巴斯基民兵，与革命卫队关系非常深，掌握大量的金融资源，也就是哈梅内伊在世的时候就把他当接班人在培养。这个穆杰塔巴啊，按照这个什么88个专家委员会这个选举啊，他应该是选不上，因为他资格不够，他也不是什么大阿亚图拉，好像他就是个中级教师啊，他资格不够，但是能选上，说明你要知道这个叫政教合一的国家啊，他首先他这是个教主啊，他在宗教方面必须要有这个一定的建树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这个88个专家委员会啊，这些人一个个年纪都特别大，那玩意儿都是熬资历熬出来的啊。就是你在这个宗教这一块，你有大量的追随者，就像那个他爸哈梅内伊一样的。哈梅内伊啊，当年也是不够格，但是通过耍手段呢，哈梅内伊好歹还当过总统，本来他是接那个霍梅尼的班，他是够呛的，但是他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啊，耍各种阴谋诡计，最后当了这个宗教领袖。现在他儿子同样啊，也是就是破格录取。这个媒体报道啊，这个穆杰塔巴宗教资历不足，非高级教士，也无正式行政职务，主要是靠军方和情报系统支持上位，也就是靠伊斯兰革命卫队。分析认为，其单选是现实权力真空与卫队强推的结果，将延续强硬路线，但面临内外双重考验。国内权力过度仓促，街头抗议暴露分裂，内部混乱进一步削弱抵抗能力。也就是穆杰塔巴何以服众？除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支持他，伊朗还有一个政府系统啊，也就是这个佩泽西奇扬一套班子，谁听谁的呢？这还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以色列国防军说啊，也就是内塔尼亚胡也多次说啊，将继续追究继任者的责任，就是哈梅内伊继任者啊，谁做这个宗教领袖，谁就准备挨炸弹，也得架着导弹西去，所有参与者都将成为目标。现在你新的领袖选出来了啊，这个以军呢就公开宣称将视穆杰塔巴为打击对象。这是以色列的态度啊，没什么好商量的，谁坐这个椅子谁挨炸。而特朗普呢，那就更是多次表态啊，伊朗新领袖必须得到美国批准，否则不会长久。若延续哈梅内伊政策，美国将在5年内重返战争。
特朗普宣称啊，我必须亲自参与任命，并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导弹、无人机工厂、海军、空军领导层已几乎全毁，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胜。这种强硬回应进一步否定穆杰塔巴的合法性，加剧伊朗内部不稳，美以压制策略更加清晰。不难想象啊，在美国和以色列接下来这个更加严酷的打击中啊，伊朗内部啊矛盾会公开化。现在矛盾已经公开了，但是还没那么激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已经说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事实上已经独立了，就他们搞他们的，他们想打谁打谁，我这个就是政府这一块管不着。所以说，中东那些王爷国通过外交系统，你找伊朗，伊朗说外交部长说我们管不着这个啊，这个革命卫队想发射导弹就发射导弹，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那个总统佩泽西奇扬前面道歉，后面还要把话收回去，这个佩泽西奇扬还能干得下去啊？所以他这个矛盾啊，现在已经半公开化，马上就直接公开化，而且这个内斗啊要抬到桌面上。伊朗很有可能啊要分裂，不是说地域上分裂啊，不是说分裂几个国家这种，而是说他这个领导层啊大分裂。这个内塔尼亚胡多次说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伊朗肢解，我们的目的是要这个推翻这个神棍政权，还权于民。这是内塔尼亚胡说的啊。特朗普也有过这样的表态，但是他没有内塔尼亚胡那么明确。我一直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是人狠话不多啊，这个一个唾沫一个钉。所以接下来伊朗啊就更有意思，内斗加剧。以前伊朗是无头的苍蝇，哈梅内伊被炸死以后啊，那现在呢选出了这个穆杰塔巴，伊朗就变成这个双头蛇。我估计啊，大概1周以后啊，伊朗国内恐怕就是老百姓啊也要起来。为什么呢？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下一步可能的措施，以及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美国和以色列讨论在战争后期啊，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控制伊朗这个传言中的啊450公斤60%的浓缩铀，这玩意可以快速啊转为这个武器级。这不就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心腹大患吗？对吧？这心心念念的就是这玩意。这个你光靠空军去炸导弹炸没有用，你得把这玩意给它抢走，那你只能派地面部队。这个完全有可能啊，美国不派，那以色列很有可能要派，对吧？这个是能想象得到。以色列不把这个玩意拿到手，亲眼看着它销毁或者把运走，他是睡不着觉的，他这仗白打了。对以色列来说啊，那么特朗普呢，恐怕也是这样。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派地面部队啊，这个就成为一个必然，只不过是规模多大。第二个啊，现在我看有人在支招啊，说美国正在考虑占领哈尔克岛。这个哈尔克岛实际上就在波斯湾啊，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岛呢，实际上是一个石油港口，是一个终端，就是伊朗所有的油啊，最后都流到这儿，从这儿上船啊运走。伊朗90%的原油通过这儿出口，是一个战略油港，那儿储油是2800万桶。毫无疑问啊，这玩意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控制，也就是这个跟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利益非常大。那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啊，很有可能派部队把这地方一占，那就直接就卡了伊朗的脖子，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啊。这一招够狠，直接就捏住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钱袋子。伊斯兰革命卫队到时候会不战自乱，对吧？你想想吧，一方面没钱，一方面还挨炸，都要过日子，对不对？你强硬有什么用呢？再加上特朗普跟以色列到时候再拿个胡萝卜出来晃悠晃悠，投降吧。你说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能不分裂吗？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强硬派内部他也会分裂。 NBC 新闻周五报道称，特朗普已经讨论了在伊朗部署一小部分美军用于特定战略目的的想法。这位官员阐述了控制伊朗油资源的行动挑战，当然这些肯定是前提条件是该炸的都炸完了，空军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也就是靠空军解决不了问题了，那只能派地面部队。美军啊在中东已经部署这个 A10啊油猪，对吧？叫什么地面对地攻击机啊。特朗普周六的时候他又换了个说法啊，他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表示，他说地面部队是可能的，但仅限于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也就是我要给他找个合适的理由，那就要派地面部队了。如果我们真的那样做，伊朗人会被彻底摧毁，以至于他们将无法在地面进行战斗。也就是为了确保美军地面部队的安全，那也就是加大空袭力度啊。除了油资源外，政府官员还告诉媒体说讨论了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我们再看看这个世界各国最新态度。俄罗斯向伊朗提供美军目标情报，包括军舰、飞机坐标，帮助精确打击。那显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说明没起到作用，因为美军的军舰和飞机好像还
没有一架被击落的，或者被击沉，或者被打中吧，也就给了坐标也没用啊。伊朗外长确认俄罗斯在多领域协助，而特朗普称这是小问题，东方大国未见参与防御援助，也就是你看啊，大国是没有帮一点忙。这个英国的斯塔默啊，考虑派航母到这个波斯湾，但是被特朗普嘲笑啊，说太晚了，这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你来了，你来就摘果子。实际上没有啊，特朗普就纯粹是这个小心眼儿。现在说取得胜利，那还早了一点。而且这个特朗普已经派出这个第3艘航母叫布什号，正在风尘仆仆啊，星夜兼程要赶到战场。整体来看啊，除了俄罗斯对伊朗有限而且是间接支持外，国际社会大多倾向美国和以色列，或者是中立。伊朗越发孤立，伊朗教士集团神棍政权的反抗在内外夹击下越来越显得徒劳，内部混乱持续恶化。现在就是有奖竞猜啊，穆杰塔巴是不是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倒计时到底多长时间呢？是3天还是1个星期还是1个月？不要低估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反正伊朗已经渗透成筛子了。他爸哈梅内伊可以说啊，那个安保已经做到无懈可击，照样被人干掉。另外一种可能啊，也不能排除，就是穆杰塔巴呀，趁大家不注意，突然给美以跪下，投降的很彻底，有没有可能？对伊朗国内的盘们呢，他只要换个解释就行了。盘们他也没有逻辑，对不对？你无非就看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啊，你跪是为了不跪，现在的跪是为了以后更好的不跪，那你这盘们他能分得清吗？这叫卧薪尝胆。盘们一听照样很激动很兴奋呐。不排除这种可能啊！现在的跪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和美帝还有犹太复国主义做斗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你怎么说嘛。宣传系统就是干这个事的，怎么把投降包装成胜利，对吧？反正那个林肯号航母都已经被打击5次还6次了，对吧？这个美军的这个雷达一半已经被干掉了，这不都是宣传吗？所以最后啊，咱们还是要说啊，这个伊朗人未来走什么路，实际上跟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不大，有关系啊，但是关系不大，还得看伊朗老百姓自己。如果这个1周以后啊，伊朗老百姓走上街头，也就是说这个空袭结束了，现在空袭很危险嘛。这个美国人豪克塞斯、特朗普一再强调，伊朗老百姓最好待在家里，不要出来，因为空袭啊，外面都是炸弹，危险。等到空袭这个阶段结束了，那伊朗人要自己争取啊，过什么样的日子，走什么样的道路，现在看伊朗老百姓自己。伊朗人走上街头啊，跟这个伊朗的这个改革派或者叫温和派一合流，再在美以的这个强烈打击之下，这个强硬派很有可能啊就瓦解了，有这种可能。这个我估计在下一周吧，我们密切关注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